再来看台南七股龙山里呢，有一间家条顶回受到丹那斯风台的霜冻，这外口电火条倒去是拢无处理，地主业者到今还无法度来搭铁厝。另外一边，这台南麻豆的文旦呢，顶一道已经互风台扫甲剩2成，在地农民只通希望这摆风台莫甲村内拢拍歹去。 鸡寮内鸡咧食了，不过厝顶悬刷破骨内空。台南七股龙山里这间鸡寮，顶回互丹那斯风台甲剩甲真正力，后来佫有西南气流来扰乱。业者讲风台来速度，互因实在看袂赴。这回牛肉佫来，互因真正错咧蛋。另外鸡寮外口的电火条倒入去鸡寮已经1个月外，业者怨叹拢无人来处理，害因无法度修理厝遐。之前台风来已经都没水没电，然后好不容易把机制都存活下来。 即马搁这个台风来，我马走咯，已经1个月啊，搁还没来用。然后听说那是第4台的啦，对啊，然后都一直都还没来用啊。来造成困扰。会啊，安尼阮等于叫人来踏地厝迄边遐个拢无法度搭，拢无法度搭。农作方面，麻豆分担即阵剩2成，因为顶届已经落过真济，基本上这回无做啥物防台措施，应该来希望防雨莫去甲落尾村的遮甲剩甲乌有去。这个用下骹其实效率不大了啦。较早你惊是咧惊讲规长宾馆家那个迎风面这边。 比较重要。那这是来加强风灾，冒真济受灾户拢赶紧的大破棚。有民众等真久，才等到工人要来整修因兜，风雨来工程嘛只好延后。目前国军嘛已经进驻7个来协助居民倒看破棚。阮了已经准备好啊，等下这风台过，阮就要通搁再做啊。哦，烦恼，迄像迄一天哦，头下咪人真正规暝都唔敢困。是否我们这些国军来安排17个重灾区的区公所啊，公所安排讲这个国军甲到协助种破棚啊，较肯定较爽的时候，来协助啊，包括安置收容部分气象局嘛按算这条风台要阿会对嘉义台南附近出海，进入台湾海峡，惊会甚大雨，乡亲就要提悬警觉。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